各位观众大家好，从今朝开始呢，我跟王静合作，共同为大家演出一部长篇台词《万里军》。那演出前头呢，我首先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部书的背景。一个女名叫再生瑜，是清朝的一位女作家叫陈斗生所写的。也说来了40年来呢，以平台叫一位了先生叫陈继芬，我里改编成功长篇台词，里头一个名字呢叫何丽友，就是王府少武和万里军两位男女主人公的一段婚姻。也说来受不了了男。那么这个故事呢，是60年代辰光，以所最平台头的老头长著名平台作家潘伯英先生你自家改编的，起名叫万里军，这样一来更加突出书中的女主角的性质，它是分量。你传给了你老头长钟华生先生，那么钟先生呢，再传给你两家头，这你是所最潘家的万里军的第3代传人，你两家头根据自家的特点呢，再加以发挥。这个一部书，你两家头是比较欢喜。近10年来，经常演出这个一部书，非在江浙一到市场里，国内、四面八，甚至于到加拿大、法兰西、澳门、台湾、香港，才是演出的长篇台词《万里军》，所以得了海外观众的好评。那么今朝呢，以拿这部书向广大收听的电视观众做一个汇报，年纪轻，各方面还不够成熟，所以说得不灵。如果地方有不达之处呢，请大家小心打电话到平台头或者电视台向你提出宝贵意见，也可以逐步提高，使你成为一部能够保留下来的精品，一部完整的长篇。现在是请听《万里军》。万里军的故事发生了牛日年间，云南的水府昆明省。今朝是3月初3的早朗向太阳刚刚升起，水浪再宽敞这一条神轨道的雨东忙西，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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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过了2年2季，一口张说最晓得举报2人。门里这个一片色白的龙举报马浪向，是不还有位气宇轩昂的少年公子，马上起20来岁年纪，身上像带来颜色的扶上张说，腰里像3尺龙袖宝剑。但是马上很人有点水美不足，两家必争订婚姻，本此乃为是难谋面，不能测评水中秀，莫上进来弟兄心。王凤山话是一，今日孟家必贼立业，思想起来好不是门神意。耶，比浪一匹布，王府少我比浪像个贴身一样激动，看了眼睛像了不动的这样。哎呀，这样公子呀，今在是那个汉业这样，一本正经也得马上去比贼理应。你个公子要哪来一讲？三妹金手上须斗退，而且这个人马上去真的是心不在焉。公子呀，激动，你说急了，一面孔都不开心。哎呀，公子呀，你啥个心思呢？人都心里想在清爽的噻。哦，今在忙个比贼理应，凭本事的婚姻，我晓得你心里想了老啥心思。张过几百人，赶紧红白发汗说下来，马上讲终身不能担水啊！对，这个，哎呀，公子呀，你觉得啥呢？本人不听啥么？我心里在明白。那个是最啥呢？公子呀，那个本事啊，叉等，人家想个这去呀，哪还打来比？哪是那个带水呢？你非常心思啊！今天你肯定最大办了，马上这样的婚姻一定是配不了你公子呀！你定谁开？是公子呀，你都上哪户告诉他了？还是我是第啥么子？
真的以先人之心的懂君子之风。哦，那当我上心事谁买不知，上破死特，终是不能够配得了上心事，根本不是这个原因。记得？哎，公子呀，你欲所不知，哪来？马尼金先生啊，我的的确确莫名一句，猛来一句，能够配得马尼金先生做我个高兴，我为啥有何讲？你根本并不是的哇！但是今朝闭嘴离言，对方面能否是不晓得？一直往一得，人事搭对，匹夫不相，七嘴代替的，结拜弟兄也和朋友，只怕为了婚姻之事，伤了弟兄之心。哦，那个位置是干了上心事啊？是啊。哦哟，我当时那红白说法我来了上心事，可是人都东过手了，他们的谁不能让他谁我是在？记得，哎，当了猛夫。娶得好，耶，儿女。那我有什么子？我谁对付还是我是想要来这个顶上吧？哎，可不想要来口子是啊！哎，谁了给你到了浪下，与世相斗，一如狗来一代人物，不得了！比那王夫公子吃高的刀子，谁后后用脑不神君，必须当中是一笔事情么？是某百姓拉下一个手，还一位富家公子。这可见这个一位富家公子，身处宁红爱是个英雄场，日飞高天，马上起时正趾高气昂，得意洋洋。金子光华美相宜，神龙身上光黑天。雷浪一击出远沟，谁得上我不稀罕，不稀罕。本家之雷雨雷亏比，争锋梦明，希望满家必贼立因，但有天上神友，说我心事今时这是呀，那可此非本家之，希望满家必贼立因，什么日哇？这只要那个只有东门他个哇，那这只要本领高强，嘴法精通，王夫公子那是那对水，那这只要得满家嘛，肯定马到成功，嘴得不落，马上这个终身嘛，哎。多多丁丁，三十这人的地路配不了那这只要啊！子华当真，恭喜恭喜！哈哈哈哈！这只要亲啊！哗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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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稍等下人，观众一看一听已经晓得。前头一个悲归女送王夫进之子王夫少武，后头一个当着女人后吕氏的儿子当今国剧吕快别。啥地方去？赤头东归一个目标，满家聚亲。给他昆明人里向，是讲三家人家最有名气，一个银部上是满氏女。最近买了丁玉在家，啥叫丁玉？老娘过世了，回到屋里向新发闲话，现在讲起来水好，这些辰光青山高，一岁就要3年，所以现在丁玉飞某某回了屋里向，来了有2个3人，儿子叫满家林，囡叫满丽君，呼，这个都不得了。面孔标致，三人也是好，所以称得云南人句嘛有名。介绍到现在还分配亲，啥去？这个聚亲的人实在太多，门开都大意了，一个都看不中，配亲也讲究一个门当户对，这个看不中，怪个不来噻。介绍今年一开春。同时来2家人家不得了，谁是悄悄同意这里？一个就是老牛中之子王夫少武，另外一个堂堂国剧吕快别。
那么了龙江，这个两个人家在你满家之上，这个光啊，而是两位公子呀，同样相貌。而且才是本领高强，年龄也是错方不多。哎呀呀，你叫我答应是罗家人家好，马了周瑜为难。本来不是呀，罗家人家谁的罗家美人谁进来嘛，也是答应罗家。发现这个两家的美人同一个时辰一道打进来，同时离心，那么容易。所以呢，夫妻两家的穷死吉祥的一商量，是吧？听说讲这个两位公子本领高强，无疑出众，怎么为何？我定下来着。3月初3，带你屋里向来，后花园必负早亲，啥人本事好？那么呢，我们人只有配不了啥人，并都自家本事配亲。这两个美人听见这气一讲嘛，双方面才是娘让屋里向。一听嘛，你一个女子本事肯定好，肯定比对方面的深功一筹，一口答应。所以今朝3月初3必最利因。忙家里向清清旧旧棒棒雨周林雨树，不管男女地下的人，除他们老人，夯不啷当谁不得给他后花园干了忙来碰上。各种也是这样，花园呀，顶多么世界类似市场高赛等金，等个几十个人为飞起身，那少人上榜落榜，在哪边人来，顺山人还顺头几几，等到了个，那了还是这个，哎呀，满家里走廊下，不这样出身，但是一直等到满日女个牙最拉下。手来手去做副这样不可手，咋地走走杀上再遇不得手中都人民的。第二把给行当，所以欺负7分，做次分股，所以屋里向这个礼物上该做后花园，比普通人家的花园要多几倍，交关铺餐，所以新州3许多人家来还么是一巧真好。现在门老人不得理想。老多人2位公子要同时的啊，我马了一天没事一样，2个人同时的会找开门吃菜，正等马了忙真哪里出来，这一次往这里向进来，满日女剧中。一米绿块壁，一米王夫山湖。完了，一米这一米，一米带2旁边浪口。哎呦，这个小伙子马上发出。可小伙子还杀着灯样。哎呦，身材上都要出发不多。单兵俺们内分8种。不分高低，那么呢？等些把俺过头也看到自家的本事，当我能配清了。一路浪向进来，穿过一个儿童门，边浪向谁是一座楼，叫春明楼，接下来了，到楼不边嘛，寓意把上火龙当一声招呼，说2位医生是姚不大人。请来上街路过村民里，火龙山背下2位热情啊，用自自家的历代上街来让读乌龟子，啥个乌龟子都带毛大门啊，比让这个一入楼村民里浪下，这个村民里啊，连下头看上去看不出啥。长度虽然打开，但是我还有智力嘞。里向爱与人不与人不得而知。但是我是实现的，今这个村民里老下是不得了，里向还是嘎做人，侪是清一色的女眷，为水为绿的马兰夫人。兰夫人上街也出来，当然也出来。
百倍人今在也给女婿子呀，我还不出来看一看看。老夫人去说，边浪下是为孩子一家就个人。与苏大娘能收银色，贴身屋头用来等等一种神。男女一上哇一上学是二鬼子都上去，引入来告诉呀，小伙子来在。你也看不到，如果村民的辰光，你细细骂一骂吧。老夫人也说嘛，但男的你在商量还的，一听自个男的子声音上来嘛，哎呀呀，来了，哪来相公？王府公子，哎呀呀，这个两岁猴子有见马上去，不想想笑。儿子今在这个两岁猴子，这个身上像个衣裳，颜色相配，哎呀，还公平。身上下个的衣裳细是细的嘞，人红也是个应用场，儿子那阳光屋的再在这个身上下与飞的，这个一件衣裳瘦瘦洒洒，夜里下三尺龙袖抱紧，最两不龙大刀阔斧，马上去真是锋芒毕露，神气得劲。小猴子灵该马到我身下王夫公子们，哎呀呀，王夫公子还不配配那一股海给来之白老积水，听来自今不人心那一方我却是定中身上像衣裳相对马上去了比较分呀，这个带来呢是个应用场。哎，这个两岁猴子你抽一口了还有比较的啥个比较嘛？那绿干这个在吃呀
这个人神气得不得了，谁家心听起？这个一位华夫公子啊，相对而言，看上去这个蛮风神些，难不是出你有本事，这当然是一位读书公子。两个人马上去三个一分一付。哎呀，夫人想，我只给一个男娃，是个给子两个男的说法，这个两位想要我得谁看得中？越来越清爽啊！那蓝风声，他不觉惊而起，律师啦！哎，那个吕家一个这只呀，这张面孔说是说的嘞，这个路他科技够的，想不得想不起。那里几够的呀？他为是的分手哎呀呀，苏大娘，你快去看呀！既然是比那位穿红白的雷家就知，那生还要在那里结果的呀？哦，苏大娘是满丽君的老妈，从小我满丽君才这样大度，所以让该打还啥子有点身份，有点地位，不必还有一只位置和收入。老夫人对苏大娘相当尊重。你在听你老门上门上，各位穿红的个公子科技高个，不大可门吧？以女居呀，一般性不大会得出去，妈妈桑桑哪可能会得认得呢？但是呢，东讲西讲，我总要望一望，看一看。所以苏大娘捉着目光对雷下头一望，呀！这面孔的蓝丝当这样面容马上是后几些狗狗啊！哎呀，蓝夫人啊！这个吕家公子他才是哪里见过的呀？是啊，根本我大口见过，你还想得出？随便哪想得出？你俩搞的年龄出发不多，可能一条口见些狗个，随便哪还想不起，啥子的年纪记性不好？啥个？我当然老夫人看见些个个人，想必我们个人收音色还一定看见些个。为啥么？你个的人基本上是同进同出，你啥年龄了，看见子面容马上想不出，关照人来看一看，年纪轻，摸来好，记性好。哎呀呀，女儿啊！哎，是。我老讲穿红白的吕家公子有点面容马上。就是啥地方看见些个，我个人有点面容，想不出。女儿啊，你与为娘后蓝夫人细细的看来呀。哎，是。比老下，为什么还是一位边边之事、登登呀呀的姑娘？是老下也就是七斤三条张说，你还是错哦。七斤三条张说，蛮高嘛，至于马三条一个字姑娘，只三条。死特里们只有地下的人，那为啥只要打败个人？啥人？谁的已经是个那娘的能收银色？那么收银色嘛，那娘要那个娘，哪怕马夫人再难尊重，毕竟是地下的人，
第二对人的人嘛，这不过是一个恶的，拿出鞋子要打扮。哎，苏姑娘两样的，说是苏姑娘了，打马日军鞋子啊，从鞋子一旦长大，是马鞋子要个不动，两个的真是心动极美。而且马日军鞋子啊，特别欢喜收银色，收银色的道理下还是满腹惊人。鞋子啊，因为不把阿子要很不美资格。所以努力啦，当时个滴滴清清的青梅子口的，规则里的男生老下不喊我的当背，我努力当妹子，你也是也要当背。可是我姑娘是随便那不过，你是知名，我是个第二的你们，哪可是鞋子要当背，不是样个我。现在马鞋子要面孔一背，说你不肯当我咋的一样，根本你就是不肯认我给的阿姐，你就是扣我不起。哎呦，苏姑娘说这三个字。只能写下对也是俺们两的办法，也如期间张说，今在马上就要不肯出来，啥子不肯出来嘛？破难为人，个自家也搞些姑娘在，个来自个米日在外头，哎，我来看一看忙一忙啊，拿个些好子灵光，我也搞不上人，个做不出个呀。所以收银色特别个玲珑，写家的心思你谁与什么？今在的是马先生的喜剧代表，马先生对人家特别心生，来的实际上苏姑娘这个一对眼睛啊，不会特别之火，立刻中的某个小猴子，这个小猴子一定灵一定在，所以你今天是特别个流行呀。他现在天生是老群，不还给出高，本来还觉得奇怪，哎，这个人家这个在去啊，这个面孔是熟的。现在听起来妇女自家娘谁让告诉我们再一次证实这自家的感觉，哪敢说的也是大家口一口子，所以做成是天眼睛对这个一位女高公子细细淡淡一妈们呀，带着你之前知心恨吕自神这一心啊不是想出来的，眼睛得但妇女比老想啊，父神，我看那位吕家舅子可取你的呀，在那昆明后中开龙嘴的时候几个的。哎呀呀，女儿你讲的对，谁是这个神哇？好，来夫人听见声音是这样一个，宁为的闻声一震，单吹一口冷气。因为姑娘来高地上，这个时候的确确是口这个杀人光口气，去年都养家在昆明屋里下把绿些个。哎呀，来夫人一周你的昆明屋里下把绿些个是不灵光的，上次我就记忆犹新。你每年的都养家在，北要在昆明屋里下去看龙舟，但是去年龙舟嘛分口气，口气一只手。头戴围口，你里带龙舟啊分口，谁为之走来着？啥子？你这个手刚刚在昆明屋里下，龙舟为分来，再看起来拼命来自一只大鼓手。哎呦，这只大鼓手老下难忙的不得了，够越深些。等待两只手越看越近，越看越近，老夫人哭得一清二楚。这估计手头老下手还是一位富家公子。但是这个啥手没记过，所以手头浪下手一个是男的，这套吉他一手谁是个姑娘？这地姑娘来浪耍起，有一个姑娘来浪弹，有一个姑娘来浪唱，有一个姑娘来浪跳。这个一位富家公子，这个江头的浪下为手还是两位姑娘，你受用于格，一口口的称，这地姑娘才是青绿女子。这种人的样子，大庭广众，伤风拔俗，放浪得去。所以老夫人大中华是最值得是演的，是来杀人家个公子呀，想杀个强烈，大庭广众，做出种不开什么个举动。所以我龙舟啊，不新鲜口了，谁为之走起子？一个阴谁来让看上？眼睛能见这个吕高家子，谁是这个轻微放荡之身呀？哦，妹妹姐，这个世界拉下人这样人是都得钱，别弄错字。今天打自家半辈人，天生神龙化水，弄错字太为不起。
有颜色。你在与老身上得西去，仔仔细细看上一看，这个雷家就知究竟是不是谁是那放浪之神医？是。对，夫人说的对，别口错字，娘在仔仔细细骂一骂。所以因此姑娘带你上了，眼睛噔噔噔噔噔噔噔，马上差不多跟水了拉追过来。比浪跟过来一个人，谁也只要比浪个贴身我的家用来，而且会起劲，噔噔噔噔噔，跟得孙姑娘不必了墙上几步，水路长不浪个李子，哒，忙真不必，慌一些，李子掀开，看到我对更昂的清爽，所以孙姑娘不得生气透彻。这种自个的一对天眼睛，马真流的，嘿，亲爱的，留的还有个人带上的了浪吗？啥人吕快别？一米浪白，没懂里浪抽你的满丽君什么伤人，特别是面孔标志。那么呢，我闭嘴离言，心思当中大动过告是非实的。我定下这个一张标志面孔，谁让我看一看骂一骂，到底漂亮的哪么呢？我当然挂在实得着，我还是定心着。所以一路拉下进来们眼睛，骨溜溜四面浪看，大整个动门突然之间了了，巴掌合拢，刷几脚，颜色一面春明绿，李子我来没法通风，阳光是拉入正气。哦哟，满丽君一定了啷个打雷了，下去门开真个，李子我来，不是要不让我对人看到理想，阳光射到理想，有光的飞出，啥么子？女人对拉像满头之彩，擦打飞出阳光，手以为对手，所以脚无放，眉不对，胖对起来，激动眼睛，那是切对得起。正好上的李子胖笑开一个人，头到马对，哈！满丽君，收音是我哪弄出满丽君来着呢？第一，面孔标致；第二，身上像小这样装束。那当中的确实人员，你快比哪想得到一。只要这样说，晓得个满家里最这样一个人满丽君，不问口齿，一定是你呀！哦呦呦，林家，这个。表示今朝一见，哇，不虚实，为你来闭嘴离言，是的个，是的个。他们今后没理送离去，我想起李子有点口口蛮黑，胖一掀开来，身体透出来看呢，明白在。明白在，定是是，本是里拉伸菜呀狗儿汤，唐人忙将送礼，天东
子，肯定听说讲我雷块别丰富些噻，特别是马相听瓜。那么等了雷子雷队后，有个看不到清爽，砰，掀开嘛，可以茫茫清爽嘛，口口仔细。哦哟哟，马三姐啊，可是你这个看，这个马哈子，他们天里最像我的地方。天个，你理智掀开来，准看我对对起来，真所谓。我们谁是有精神在啊？我们谁是早定下风雨家？看上去谁是理想一个英语最顶子我来非中的还会得是个切个你写字呀我累了平日你家书真是一起定能落军一口一得意嘛，写出了房子印证。哎呦，这个领个哎！哎呀，宋姑娘肥肥脸不得，我的这个光头鬼的一身光线，一好嘛，眼睛都用来一拉，李子打下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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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但夫人鼻梁下惊魂未定，哟，来夫人，真是他，真是他，一定是他。别这样了，夫娘，是你是昆明宫下这个肥的郎子呀！哈，哎呀呀呀呀，不喊脸！哎呀，那么难办，实在是个肥的郎子，难办么呢？也何以为继续？王夫说：“我雷块别得满家闭嘴理应。刚刚的村民雷我对么雷块并颜色一面。”正和收音是理智掀开，身体透出一半，面孔变出，孙老乡写家长说，雷块被认为是蛮力军，我就实对标志，实对等样，所以一个方言么一闪光线，雷浪乡看得清清爽爽，的的确确，谁是昆明屋里向这个肥对老子啊？那么来夫人真的这个账。哎呀，收音师讲得一清二楚，分口错根，谁是好里向这个清非之道？而且刚刚这个一声挂线，蓝夫人啊听得清清爽爽，这个一声线都三个刺耳，都三个说线。昆明我里向我听见的，谁是这种人的先生？哎呀，那么现在是几月这样子？我本来跟他来的只想起来这个办法，一点点也不错。闭嘴理应，杀人本领狠，我能谁配不了杀人？现在看起来这个办法，不灵了都不灵魂。万一呢？王府公子在几百日人，但不决定呢？你弄这个一句红板说来，根本我个能谁？还是去配不了这种人啊？我不能配不了这种人嘛？三个我自家的半辈能，太太子后康里想起手。跟我拿心有呢，哎呀呀，苏大娘，也是，看来这个闭嘴理应不是一个汉法儿。这里最后是汉你。是啊。村民里老乡路上一匹马，急得叫头头走。马子女马老了，还不晓得呀。那个日子就雷家里个位说呀，一人光鲜，啥子叫？啥子呀？乐乐啊，雷老乡已经口出版，这个玩意是一个肥头狼子，
马来了做梦都分享着，最后怎么相貌堂堂人品肯定也不错，根本不是这样桩事情。一个人的相貌外形和一个品德不成正比，实大概他有着定子叫阴不定。第三所示，这部已经把他身体所定。咁两笔法子呢，啥个内一得了我一记了，可是他不对害怕的。今朝三方面的肉体身量不能够接触，咁两笔法子呢，必贼攻贼。咁么一口豆腐浪向，一根绳子慢慢抽，我对当河一记红白。错在人生，离开70步路，我的把水下下，谁立了这个把水后头当所有之罪，啥人我神说说头他这就导致他得到地浪向，那我们终身就配合了啥人？你再看，千句万语，几乎对你呀，强声别别声，谁不在等下来？辰光错不多。两位医生，老伯大人，时光不早，不知哪个医生谁是你？老伯大人，你当雷兄谁？哥哥，让他们啥人谁说？再喊我谁说？说起，我恨于不无罪法，我谁？他至少本来为的才让不了，大概他一口这个神经，一听了一叫人还比法子，一块上头落自己着，晓得呢？哦，一句半子过了个时嘛，神智不动的，还是个绳索慢慢抽，距离也很近，只有70步。可以讲，我闭笼子眼睛啪，还有切不人不，非要说笃笃定定说。肯定能够说下来，咁呢，一定要让我说一说，叫西湖水为讲，当说子下来，那我有许，二人之间一个脾气，平常给他等了一道，吃嘴不香，晓得个比较肯亲娘。哎呀，啥我刚说子下来，你当我客气，咁你客气嘛，我无福气。但是别没文章，当中也走一走。哥哥，老伯大人，你当让小一点。谁说？哎，哥哥，此理差了。那哈，王府公子特别个客气，特别个亲娘，还是心里想飞嘛，才叫并非。心里想当客房，但是该种那个上面也闭嘴理应，也是不女人来的。下次不是娘，再是别来个子，你随便哪个肯来的？得自家的阿哥，从小一来长大。结拜弟兄，个人结恨，别为自己种那个事情伤子弟兄身份。所以呀，一个是玉帝女娘娘，心里想不到人女了嘿。现在当着娘来谁说？哥哥，想哥哥是山，理当哥哥谁？哥哥，哎呀，马了一听，我这个闭嘴理应与收获者。这是干的，说是啥人说来，我们的终身配不了啥人。哎呀，有一份规定，啥人细弱，我就知啊，我真的喊啊，一人到了推来推去，为啥？人去的推，大家也抢，可是今朝要弄个落着，我总要有个人先上去说个咯，两高头在让客气，那么我来把句话出来吧，做一个公正人，啥人细弱？王府上这个一句话没有道理，雷兄是战，你当雷兄虽弱哦，两高头每一个弟兄相称，大概雷块币比你稍微多出几个海头，那么我们来，既然寻思，那么雷家一日虚荣可讨，你猜谁谁吧？哥哥请呐。尊重小贵，反正已经讲一句，讲客气够了。你在老老发闲话，叫我细说举止不得。轰上你起上来外头，哈啦，是呀，也是丫头。真是，谁要拿手？
到准备。公子想要来在都中看在家之呀，听打，只有压力想过一个攻打手中一直当当当，打成硬不丁。哈，来夫人一眼发啥顶来做的硬不丁的浪口，这个心里想随着了垃圾，这个两个人不知啥人谁说我，现在一看哎呀发灵光的是，雷家里下那个清白之道谁打出来着？哎呀呀，宋大娘，怎么被他吸水你？你了啥的嘛？我忘了啥的，我一分武器，你都讲的还我一分听清，我哪晓得呢？啊，来夫人啊，哪会得不理先生吗？是啊，我明白了哇。怎样你？万福公子，我看是个谦谦君子，懂礼嘛，有规矩，肯定打理了亲娘哇。我你打理了哪亲娘？客气呀！哦，那个小伙子啊，这些辰光啊，你已经口臭之厉害呀！你客气的上来了，好客气我。那么人家那里客气嘛，他为什么不随亲娘细细呢？你看呀，想起来个副强烈坠落嘛，这副样子，谁是一个非斗浪子浮夸之人？他不会客气的。谁知不懂礼貌，不讲规矩之身，一定是莫于什么真实本领，一定是谁不中的。是啊，谁不中的？你们两个对老讲，对老想用来要进后天，没中嘛，没中啊！老夫人啊，都没个把意思我。客气了，杀气了，出气哇！你客气的杀气没有啥用呢？你看那米皮来的已经打出来一个字喂，打出来没有啥用家？哈，打出来个人吧，不本事了也踩了门子呀！哦，说起洗嘎嘎洗嘎嘎洗了门子一个人吧，真不好的呀！哦，那但是他了后头一个人不声不响的，叫真人不露相，才真本事的，那么叫笃笃定定。比谁出来没用的呀？是啊，一定说不中的。谁不中的？都完了，他说不中。比老乡几个小户头是要进拍马屁，要进后夜，根本就那么多。这样，哎呀，妹子啊，这有没有看家出去玩？哦哟，一面孔的相杀都喊了，不得了噻！也是个中你们呐，也是个太白，也是说不中。是哇，你这样说中了，那么这个就还有一笔子哇？比啥家？这个死金刚等云，啥讲就讲，有空不在家里呀？那真，儿子啊，那哈，跟你这样一讲，我的想上，你想说得中还有一笔，哪笔家？不对了，想过想，啥个意思？许想是哇，你想说中了哪家来？他不出息。啥讲就讲，太白一岁了你哇？儿子啊，俩努力说得太棒了哇！哪家？我长嘴太白一岁呀，哎，这我看起来，你想说得中啊？还有一笔，哪家？他屋里想马动，啥个意思家？呀呀花花，没真说不中给，说不中给。刘老乡一片路在山上出里埋头，说不中。哎，刘块边与识人不合，啥体？一来自家嘴法的确不错，二人之间万事女毕竟是外行，分官也不会得理啥个本事，自家想出来，树浪向一根绳子，绳子浪向挂一件袍子，一动不动。顶上一家，一天浪向飞高一只马车啦，一嘴上气，要说对谁说对，要说假谁说假。你现在笃笃定定一动不动一件袍子，当然还说。第二点，距离近只有70步。第三点，万事就不懂分规定用啥个钱，所以今朝你只有一周空子，用个钱叫月牙子。这姑娘不长个20个，说起来就便当得多了，所以你笃笃定定，大概的把手里头身体来定，再怒出来嘛，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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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上公一旁，秒得一秒，是一首各自谁当，阿拉啥子有点真本事。神速浪向，嚓！
落了一根绳子，啪，抖他跑，好喂！不得了，为雷家是技法高明哎！你个替身龙儿刚进戏是靠不得来，两斤笨蛋那个逼拉下，恭喜他去啊，好喜他去啊，重贼重贼！小天李爽呀，别看啊！哎，不得了，家去啊，本领高强，太子你小家个亲贼！雷拉下个蓝夫人是呀，昏狗吃垮子呀！的话讲的说不中，是啊讲的说不中，哎，眼睛一傻，来不及比啊！这条红牌已经落在自己老下子了。哎呀呀，苏大娘，阴险不喊了，不喊了！红牌被他谁下的？这是红事喊你。是啊，你那像个用来我对反白了不得。你是俺样子啊，处理个妹的，这样不能的说了。哎呀，那么的喊白。可就老夫人接到这样夫娘子哈，三娘你来安慰安慰，别接出毛病来，可是太对不起。老夫娘，哎呀呀，用来！你别急呀，那非真的半路第一个这呀，说了没啥人家？哈，说了么容易赔不离个呀？哎，今朝是闭嘴离姻，闭嘴嘛，不要两个人闭了呀。是啊，你说了也没用的。那么王夫公子我也说了呀。王夫公子我来这说个我真人不露馅。哦，肯定还是喊本事，喊技法。送心把子过起来，当一嘴过去啊，甚至头脱，把子落来，那么两高头尖，一比一平。不收手，送心过起来，再说2比2，3比3，4比4。这样说下去了。虽然讲两高头本事在喊，但是在我看起来，这个刘快别非头浪子，心情非差。这个王夫公子心情沉稳，这个人比较很振作。说到模样嘛，在第5集浪向嘛，肯定这个刘快别一个不当心，屁说一个空。王夫公子啦，一直又说了嘛，5比4猜测。我的讲句该什么家具？叫虽说空欢喜，来说嘿嘿笑嘻嘻。哎，但有点让你给。不是这样一说嘛，老夫人但也定心个子。哎呀，想我结婚他个子，闭嘴嘛，事业2个人在说的，一个人说子嘛，俺说10年。等等看，王夫公子肯定也说得中该。等子一些，并不定的3好子付出来。少子一些，不动人。用来呀，老夫娘，真是那王夫公子。为不随你，这回就把汉得一个说他们，一个马上上去。是啊，不来，老夫人啊，怎样？夫人啊，哈，刚刚你在上讲，让夸赞王夫公子，讲你们脾气好，懂规矩有礼嘛。俺会对现在也是有礼嘛，老得理，太娘了，客气叫。老夫人那么真的这个账。哎呀，想王夫公子啊，你这个希望在了那身上下，你现在不是上个哈客气的当口呀？你一客气是我个农业大美个呀，用来，大夫人啊，你快与老身下得雷对，与对来日一见，这闭嘴，定要闭口誓言，那一人水了不能作手的。那种啊，闭嘴嘛，一定要闭的。一个人说这不说手的。是啊，你他个闲话子，大家肯定听开。更是晓得，马上就去快去。用来细节，第2周是那么发冷。来让我来，不出村民流浪受了。现在这个刘快别趾高气昂，公子边浪向刚正戏，这一公的小嘻大声应不定的。王夫公子呢哈，这节义太深，本来做还真的，不有是这样子比。现在看见阿公已经最大半了，所以30岁立起身来，哟，恭喜公公，好喜公公，一嘴甜了终身。哎，下午一的是哪里话来？女兄水中不收手该为情一的再说。哎，公公此意差了，想公公清洗水中，兄弟们谁不用再水了？哥哥。
那20人为奋斗，这事情用来打成硬部的，一天没喊得个来，谁不能去猜那个字？我王夫公子是流浪好客气，还在让我听起来我是听啥？对，眼睛打成硬部的，哥哥来到你了啦啥的，小的用来，即使你来到你了啦，可得长。这个耶，小的用来到给他聊上去，来了村民里啦我，哎呦，看上去了高小与啥海我会这里打过来，用来。哎，来到您啊，到此何日啊？哎呀，来到您啊，你前个屋里来的呀，有人家去眼睛的海屋了，也到你来到您讲一讲，听啥来？好，快讲啊！来到您啊，来听仔细啊。说出来的这个屁嘛不人来了，不想了，嘴一翻了。哦，那当时的动儿我的啦，嘎你摸摸了，白妈妈还重新再来个。但是老高些的意思听得出，对了，比赛一定要比，没客气没用的。哎呀，那个生活，今朝比赛里越来越多，毕竟俺不懂。那刚刚啥人谁说人去的里头客气？咁现在一个说中人，咁么还有一个也要说非要说，大家一道说中，那还被我预先考虑的不追的。咁么现在夫人既然海话已经交代下来，事体到这个地步，搿不只能够比，你都本事在哈，吃个中饭再比，一直比不出输赢，明朝再比，只能够怎样才敢并下去？对。还有谁是讲王府公子一定要上去说，来客气也没用，省得不能人家讲我会如此不备。对，所以这样的该当。好了，第二周顺来真要想开口来发觉，雷快别等的比朗向一听，哎呦，老他厉害假设。今天我这个毕业后，他妈啥子？因为我没着王府少个脾气，肯定会得亲娘。那一亲娘么谁此配不了我？不过上玩出这样来个人要求，规则一定要比。对，大概个情况不能不把你说成，但是晓得这个的内的你一定说得中，哪怕说100句，基本上不会得出纰漏。可是我睡起来了，就叫我毕业娘来比。我要娘来口疼老子往肚皮想一语口说不出。对，你不能讲脑子啊周公不定，现在多多零零，哈哈哈，了不大人，老夫人以体育力比赛，当然是要比，不过了不大人，
在我看起来，这个方式稍微一变一变，那变法子呢？他是我兄弟再这样上去说，你本事也好的，把一嘴说下来，过起来再说2句、3句、10句、30句、50句，这样比下去。第一，辰光并不起，说多少辰光？第二，搿件白纸皇帝亲事，巴拉达巴拉达，地上打上斗，但枉然不中。第三点，三家终身不仅是讲说来说去让龙不香，但三家还是不敬。那么你看谁红颜？这30口来嘛，勾了个菜，上了个当，一嘴定终身。啥讲句？后来我兄弟出去说，地家难道？咁哪地家法子呢？第一，75推到100步，距离加油。第二点，月牙该做狼牙，不能够用半张的两人啊，这样菜的这样个月牙子，说起来便当，要用血的这个狼牙子。第三点还是最要紧的，叫步贼跟着马贼。刚刚我是多多丁丁来了老说的，现在你要当我记了马背心浪向，1米8，1米说，而且一定要3秋之内个贼说出去，说了怕用上，那他是一直不够说，奔到第4秋浪向再说出去，那个说中还受失特，实讲起对地家难度，当然了，老八大人啊。难度是第个了，但是我还有吃亏的地方，啥不是？他是啦，每一次说中，我发他那逼了。谁也只要终身配不了你，那么你哪一直说不中，那所以我刚刚一直为证，万里军队配不了我，老八大人，你可想着这个机场时候啊，阿玲啊，这，哦哟，有点了。这个这样说起，说多少辰光？地家难道一直定终身？那么不知王夫小伙算个意思不？老头讲此一声，你讲起来说提白羊我地家难道讲，我是你带来兵的，那么你还有你个道理，那么呢，我只好在临山别法或者为师牛上。医生，老不大人，吕家一个之言，两来修都听到，你看。是何话？王夫相我一听，阿哥讲的就有道理。大概今年这样子说下去了，都说得啥辰光？你大家才说得中。上去，地干难度一定终身，没法。雷块比你走啥个年头，个小公子一个点分析下啥，所以答应得来得个上去。老伯大人，小是真明。不晓得。都是对于一个人分白有，啥人么用来才晓得玲珑挂枪。刚刚个点我刚子一边出音不定嘛拨了10倍，要听一听究竟都啥个意思。听见雷块别想出这个一个办法，老多人后天现在王夫少一口答应嘛，接得里面是吐色，丢出上来哒哒哒哒哒哒哒。上村民人们气喘吁吁，哎呀，老夫娘，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哦，夫人带你妈妈少几脚，斗气包的，我现在好不起来这样。哎呀呀，用来呀，遇出了什么事情了？老夫人啊，答不出来是为呀，王夫公子实力大个肥头浪子浪客气呀！哎呀呀呀呀！你记得我去讲么来的人，觉得有道理的，不晓得这个出家朋友想出来个办法。怎样？一直定终身，好为一直定终身。第一，距离也该有75一比100步。第二点，月牙子该做狼牙子。第三点，叫步子该做马子。要记得马背身浪向1米8、1米说，哪怕一定要3秋之内说出去，收手4秋浪向说出去，随手失特。你讲这个家伙去了不去了？我有带说的去了你我哈，你那这样不出声啊，粗犷个办法个讲。那个满清上那个容易，随时要王夫公子说不中我，那么我的人还配不了内外，跟一周年的王夫小我也不是刚的，难道地盖子这样许许多多，我里谁答应了噻？用来呀，夫人啊，那么王夫公子可人应愿意？在我看起来，这个朋友们是一个曲后，王夫公子是个高的好。
那这个刚弄出来的你怎样啊？就是你不假思索，你可以哎，这家干嘛是嘎动啦？他都应允了，嘿，不是嘎动。这个小猴子啊，年头了是个这个，分东西东西呀，把人家那手机来，人家那不能小号处理东西分过人，那么哪弄翻了？你也已经答应在，我总不记得我去亲自出面，不来是个王府公子啊，你非答应啊，这个是自己弄家的，我总不吃个呀。哎呀呀，用来今日之事，只怕难了。现在终身尊贵太呀，真是啊！你怎么觉得是俺中地步？我不是我真个干的我，说实话子。咁哪位个答应？这个办法是样出来，屡块逼自家心中有底。既然我去说，实际当中顶多说中的4字，也就是讲50%-60%不保护。咁么呢？我让4个2、3亿，但来比3个5亿，真是比了。比下来，兵器浪向，你2身8岁，但是攻击浪向，你手心1人，比我太白。那么今朝这个样子说法几个难度，我况且最私人保护，你王府守护，绝对说不中。不晓得哪一块边啊？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谁是上一趟让王府屋里向逼至5年之后，王府守护心里想做你的。哦哟，我是因为本领高强，5年出众，阿科长技法浪向为国家狗，所以马头口令。这个2、3年当中，啪啪啪啪，技法也有之长进。但是你这个人不是欢喜好大喜功，比较内向。这个技法几个字分得一讲的，不是阿哥哎呀，当年重新再比也出风头分，这个一只地6块的分我上。所以到这个地步，再不答应，再不比，就不如得举人。所以砰，力气生来，哈，外头生啊一声啊，去。那陀真谁呀？白马准备攻击，真上要吩咐攻击，我过来，身上下乖乖好，达到马头，这个一拍，随随把个龙驹宝马已经去到，滴答当，花上墓碑，嘿，刚刚对上的讲闲话，轻咚咚，文质彬彬2个读书人，现在一上墓碑。胸膛一挺，对，啪！武器眼睛激动，说出2道光芒，随后扑入2人，木匠人唐一领当进堂堂2个隔开我，哎呀呀，好啊，好啊！老夫人本来就精神俺不得我在街上是尽不希望太一个字，分析的等待那个小猴子，手上马背，这个我的必须发的呀！谁都是我口里啊，刚还袜子隆隆，文质彬彬，内向得劲，就像现在上袋子墓碑浪上，扑上2人，比他这个人子我。还有个种那个枪毙，马上去都下神气，都下个应付。其他随着半点。
谁知谁呐？你看本来是那个真的见真人不露相，这个他是个玩是啊，说得中该是啊，说得中该，说得中该，说得中该。其他夸马是人没心开。有本事肯定轻轻接水一回，这记红白马上水位落地，那么我个能中生还配不了日子。是啊是啊，其他包下谁去微博是速度来得个快，一些是功夫，一球两球，马第三球了啦，对攻起，这是王夫公子这个一只嘴为父所出去，那来风声飞鸣，心中是落刚刚考我的一考我呀。来了第三球冲出去，小公子哥哥一只嘴为父所出去了。来夫人的心慢慢接，慢慢接，慢慢接，马上喉咙口来了带上来。哎，谁好子啊？并不得个，莫了啦本呀，马上是也三球个。你但是第四球浪下，哪怕说中，还不受伤的呀？你还说在，非病在，那为父说呢？还是不对了呀？还是不及时，还是心里虚。哎呀呀呀！那么不说，我好得来，我也就是心上病来夸着我啊！但是这件事还是觉得不对。刚刚马我去了，阳光明媚，清爽得劲。就算现在马我去，那一些些功夫变得了欧咚咚、黑漆漆，可我去想上人啊，不当清爽这样。老夫人眼睛对对起，对成天上下一口门。哈，天公不作美，不害脸。让这个关键时刻来自一道乌云，刚刚是阳光明媚，来自一道乌云，我这个太阳做的来是件没法通风，霎时之间阴云密布，马出去欧咚咚黑人人，那么那件人还说莫了老本来老板红人也是这样的戏，天也是这样的恶那件人哪哭得清爽呢？哎，今在的事体上总会这样的事。来夫人想我反再哭泣，我再哭泣，我自个觉得了要滚过去花子。
所以夫人这样的给他实在没办法，眼睛一闭，那么这个水，那么弥陀佛，当时他被苦寻菩萨白玉，当然来了你经的这样。那么王夫少，杀了不如你，那辰光差不多，要互为继续。